港聖方濟各大學任伯慈善基金電子計算及信息科學院，以應用科學做核心，打造跨領域嘅未來人才。等方大講師同大家講下呢個課程嘅大綱同埋前景啦。今時今日咧，其實識得 AI 係好吃香嘅。咁我哋 CIS School 入邊咧，其實就有3個嘅 degree 課程。咁 degree 課程就包括咗人工智能啦、數碼娛樂科技同埋犯罪及安保科學。High Dip 咧就有 AI 同埋 Crime and Security Sciences。咁 AI 嗰個 High Diploma 課程咧，其實係 degree 嘅頭2年嘅內容咯。咁讀完2年之後咧，其實就可以有機會直接駁上去第3年嘅 AI 呢個 degree 課程，或者係另外2個 degree 嘅課程。由基礎文憑、高級文憑，甚至係學士或者碩士，同學都好易揀到啱自己嘅課程。由算法設計到虛擬世界構建，由機器學習到沉浸式娛樂開發，我哋培養嘅係帶領下一個科技浪潮嘅實踐者。而家即刻報名，開啟屬於你嘅未來。